喂，有冇搞錯啊？牧師媽話嚟比賽啦，個個病晒喎。好啲氣氛嘅，有冇搞錯？各位係咪先？我哋不如嚟翻首歌，令到你好翻啲好冇？飆晒！浸波可以預防流行性感冒，浸波可以預防世紀流感。飲食健康，每天8杯水，疫苗重要，衞生緊要。浸波可以預防流行性感冒，浸波可以預防集體流感。你是否要打黃金毛針？要令大家安然了。
哋有自己單單嚟啦。係有冇單啊？原來綠絲班嘅表演真係好特別喎！估唔到啦，有搭車，不過閃光燈喎。不過聽起佢咁講，其實我作為畢業班其中一員都有少少感慨嘅。係喎，徐仔啊，你估下下一班係邊一班？唔知啊，唔通又係畢業班？你真係醒目嘅啫！下一班嘅畢業班係為我哋都係下一班為我哋畢業班表演嘅，不過。但係咧，畢業班有咁多回憶，有咁多班，你同邊一班回憶先啊？咁就梗係綠。